选战已经到上届重要的2礼拜，亲民党主席宋楚瑜今日头一摆公开甲国民党侯友宜徛做伙，而且呢当面甲侯友宜讲3摆，讲互你上大的祝福，这嘛代表亲民党这股势力正式归队。另外，这个民进党甲民众党拢发布竞选广告，要来抢声量。 南31号顶现星期总算等到宋主席、侯友宜、宋楚瑜两人头一摆合体，就亲像中线国情合作。市长加油！宋楚瑜今天给你最大的祝福，侯市长加油！ 行动表态祝福侯友宜代表泛蓝斗倒搁接一地，也就是讲爱甲过去爱将黄珊珊讲谁有娜娜。珊珊曾经是我们亲民党非常重要的干部，但是今天我跟诸位说，这是国家的大是大非，辛苦你，谢谢，好不好？谢谢主席，辛苦你，大家一起加油。他刚刚给我3个提示，我觉得这都是我们共同的想法。咱哋斗阵拍拼。延续国民党国民策略，上新的媒体民调，侯康配敢若输大小2.8%，大大超过郭英配1声夸。另外，中华亚太经营交流协会民调是显示，大小排第1，不过郭英敢若小可输侯康3.2%，无妨有开差距。民调有真有假啊，但是人民的声音绝不会有假。民调起起落落，李北丁兄无论输还是兄，拢是要靠公正，占压优势。我们永远有一个家，等着我们进门。你买水果，从不会从2颗烂的当中挑一颗比较不烂的。罗丁兄行温暖小路路线，国文题是放送，拿着2棚课，选择变化，不出头嘛输人，唔输天。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